但係你攞晒所有嘢去做抵押，開20間分店，我覺得冒險咗啲咯。你覺得冒險咗啲？不如開住2間先都好啫。你真係借咗錢俾佢？唔該晒。客咩氣啊？老細你叫到我係照做啫。條靚仔隔呢條片，我知佢想點啦，開分店喎。分店全部開喺山卡啦，赤鱲角、沙頭角最旺嗰間牛頭角仲一地路喎。喂，你學過風水未啊？知你識睇啦啩？啊，睇唔睇到啊？死路一條啊！多錢都借俾佢，等我先打我啲。講多次，佢哋攞晒啲錢去出罐頭啊！出罐頭？係啊，全香港2800間超級市場便利店將會有得賣，所有鋪頭位置嘅分佈圖我已經 set 咗入電腦。點解我借錢開分店係會死嘅咧？如果我開一間食肆，我開分店嘅時候，你覺得呢個邊際擴張成本係屬於高定係低㗎？高啊！因為你開一間分店，你有鋪租，你有裝修，你有人工，你有入貨係嘛？你嘅前期投資要好大。你唔好講緊還銀行嘅借錢啦，你自己前期嗰啲嘅 set up 嘅成本啊，你都唔知幾時先飽係嘛？我越借得多俾你，你越死得快。好啦，咁點解做罐頭又會唔知由死字變掂字咧？點解咧？嗰個邊際擴張成本係點啊？邊際擴張成本好低，你啤多個罐頭出嚟，有啲咩成本啫？都係咁啫嘛。咁點解令到你嘅業務可以具備發展邊際成本低嘅呢啲情況咧？係打造你嘅 IP， 打造你品牌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一個罐頭啊，你擺上去超級市場去賣嘅時候，其實你同一時間係咪面對咗好多競爭嘅？所有做罐頭嘅人嘅邊際成本都係低噶嘛。所以一上架嘅時候，你發覺你一去到超級市場一打開雪櫃，有無數咁多選擇俾你。OK， 冇錯，大家嘅成本都係低，但係你點解喺呢度突圍而出咧？品牌。OK， 做餐廳咧有啲競爭嘅壁壘 ，location 嘅限制已經係你最大嘅競爭嘅壁壘嚟嘅。你有冇試過？其實嗰間嘢唔係特別非常好食，只不過佢就腳夠近，唔使排隊，跟住你有冇食咧？實有呢種情況啊。OK， 點解？因為地點就係佢嘅優勢。一間餐廳裏面可能方圓500米嘅裏面，佢都可以做晒嗰度嘅生意。OK， 但係如果你叫外賣咧，叫外賣你就唔會諗咩喎？我要叫最好食嘅。點解？你冇咗嗰個地理優勢啊嘛。所以唔同生意有唔同競爭點，大家要知道啊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